我咪舉白旗啊！你睇下，住喺呢度，加埋咁靚嘅景，空調費都慳唔少啊！哇，攝影師，影下前邊長江水庫嘅山景，過嚟呢邊睇下。嗱，個個中介咧帶你哋影樣板間，我咧今日咧就過嚟考察工地，無風天雨，120方嘅4房，2廳3衛。不過呢度係後陽台，北邊嘅陽台，我覺得最大嘅缺點咧，可能就有少少漏沖，其他都冇乜問題。而且澳門人做嘅啲品質真係可以㗎，澳門人做啲品質，啲細節性啊等等，包括你睇下用啲模板都幾企理，幾平整。4間房，2個衞生間，前邊望晒我哋嘅山景。再講，你睇下前邊對住嗰條城市交響樂，有一定嘅距離㗎。博愛路，我哋嗰條城市交響樂，所以如果有興趣嘅呢，風又大，空調費又可以慳唔少。有興趣嘅可以返嚟睇一睇。